现代台语版圣经雅各书第3章，兄弟姊妹，恁中间毋通有真侪人做教师。咱知，咱做教师的人会受较严格的审判，因为咱大家拢常常犯真侪错误。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，伊袂晓控制家己。咱用马甲姜斗伫马的喙齿，互因驯服，通控制规只马的行动。搁看船虽然遐大只，互大风吹拍，只有用一支细细的船带甲伊控制，驶船的人就会当照家己的意思驶。亲像安尼。喙齿是细的器官，犹阁会讲大话。搁想看咧，一点仔火星嘛会互规个树林拢烧去。喙齿是火，伫咱的肢体中，喙齿是邪恶的世界，会污染咱规身躯。这个火是对地狱点倒的，会互人规个人生消灭。人会当制服逐种野兽、白鸟、虫豸、甲鱼类，其实嘛已经甲因拢制服啦。毋过，无人会当制服喙齿，喙齿是无人控制袂牢的邪恶，充满致命的毒。咱用喙齿学了主咱的爸，嘛用喙齿咒诅。照上帝家己的形象所造的人，感谢甲咒诅的话，拢对共一个喙出。兄弟姊妹，安尼是无应该。对共一个泉源减话唱出甜的甲苦的水。兄弟姊妹，无花果树减会生橄榄，葡萄树减会生无花果。咸的水源嘛袂出甜的水。恁中间什么人有智慧、有见识？若有，就用谦卑甲智慧，通过家己的好品行表现出来。恁心内若有恶毒、怨妒甲自私，就毋通夸口讲白贼、抵触真理。即款智慧毋是对天顶来的，是属地上、属血气、属魔鬼。因为有怨妒甲自私，就混乱甲逐项歹行为。对顶面来的智慧，头一项是纯洁，过来是和平、温和、有度量，充满慈悲，搁咬结好果子，无骗私，无虚假。公义是促进和平的人，用和平也的种子所结的果子。